內地五一黃金週嚟到最後一日，市面上嘅人流明顯比高峰嘅時候稍有回落。5號中午時段，記者由塔石向水蝦尾方向沿路一直走到大三巴，水蝦尾一帶亦都冇早兩日咁墟冚。由噴水池轉上大三巴先重見人潮，手信店、小食店以及部分嘅網紅店依然人頭湧湧、人丁暢旺，但係零售、藥房、飾品店就明顯相對冷清。總結成個黃金週嘅生意，商鋪都仍然係呢一句説話：生意唔理想咯，旺丁唔旺財啊，係消費比較疲弱，人流係非常之多，但係消費非常之疲弱。而家賭場嘅人多啲，咪消費爽手啲咯。人流好多，不過食嘢就一般般，可能熱軒吧，同往年比差啲咯，差咗2成咁咯。黃金週生意其實同平日差唔多，因為即係本來 expect 都會多啲大陸客嘅，咁但係行嘅人多，但係你話幫襯嘅真係少啲咯。同今年我覺得冇乜感覺，咁但係你話同以前可能係疫情初期或者疫情之前比個落差會大啲咯，因為以前啲客感覺肯使錢啲，咁但係而家可能大家慳家啲，國內遊客少啲嘅，香港客會有咯，係啊，即係特別係星期六開始6日1開始就港澳，即係香港嘅遊客就嚟啦。同大三巴一街之隔，有博企同政府支持嘅關前街就更為冷清，商戶都大嘆黃金週冇帶嚟更多嘅生意，店鋪嘅生意就麻麻。咁政府做嘅市集又如何呢？今年嘅塔石藝墟搭住黃金週，比起過往人流都有明顯增多。檔主都表示今年嘅人流唔錯，但係主要都係本地人消費多，遊客大多數都係嚟行下就走。消費額就普通啦，係啊。如果話對比翻啱啱開始疫情嘅時候呢，反而疫情嘅時候嗰個消費額係高啲嘅。內地遊客嘅話係有嘅，即係聽到好多係講國語嘅，不過佢哋一般消費能力就唔係話太高咯。係啊，都係過嚟湊下熱鬧啊，就行下有個氣氛咁樣比較多啲。特別5月1號、5月2號嗰時都好多內地遊客嚟消費咯。佢哋嘅購買力都好好。本地人係多咗好多嚟行咯，但係就可能佢哋會比較偏向中低價格嘅產品比較多嘅。其實可能我哋比較巷仔入邊咁遊客咧，可能就啱啱兜過咗就冇，但係本地人就好多嘅，都係個別咯，即係可能個位數嘅內地遊客咯。根據旅遊局公佈嘅數據顯示，今年5一黃金週頭3日，訪澳嘅旅客已經突破咗60萬人次，按年增加咗41.4%。預料5日嘅假期，訪澳嘅旅客總共超過80萬人次。